手躺在马背上，你怕不怕？对，再来，对，很好，好，拍拍手。放开手，在马背上转身，你敢不敢？然后转，手扶好，坐正，坐正。马背上的颠簸，慢慢并不陌生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即使在平地也一样。他原本走路比较差的状况，我们利用马在行进，用马来带他走路，让他的步伐踩走直线。雷万雷特氏症的小女孩被罕见疾病干扰身体每个部位的运动，焦躁了，谁也安抚不了。一上马却判若两人，马背上的运动在快乐中复健，始终只能坐在轮椅上的美眉换了座椅，神情有了不同。通常这种小朋友体能、身体状况会比较差，可是利用马，等于他是被动式在运动。老师在口头上跟我讲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自己都觉得蛮惊讶的。我今天得到的，搞不好就是看他会笑，甚至家长很满足。然后我这边就是一个比较满足的一个成就。经营马场10多年，收支还不能平衡，曾顺林显然不是最在意，依旧提供园地当孩子们的守护天使。所以这一路上投入，你自己的心情写照是？就是虽然某人看红爱，唔讲爱喊也为标记。没人看好我，但是我不放弃，对不对？这是海陆腔的说法。之前我们说，某人空矮不会痒，唔公矮还会爱标记。身体可以限制行动，但不能限制快乐。曾顺林希望在这里生长的小朋友们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快乐开心。投入身心障碍马术教学，曾顺林说，虽然经营上会困难一点，但他觉得是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，这也是最大的成就感来源。某人空矮不会痒。唔过牙含黑爱标记，无人空矮不一样。唔过牙含黑爱标记。